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1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1篇，以西结书39章21节到40章的第4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到11章的第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效法基督。上帝管教的目的是为了让世人、以色列人以及基督徒能够走在他的正道上，使人不偏离，无论惩罚也好，鼓励赐福也好，都是要成为上帝的跟随者。无论是先知之言，或者是使徒的教导，都不是为了要使人们来跟随他们，而是为了要跟随主，要效法基督。以西结书39章21节到40章的第4节，传达了上帝对那一些背离得罪上帝的以色列人这样宣告：上主说，我要让列国看见我的荣耀，让他们看见我怎么样运用力量执行我公正的判断。那日以后，以色列人会知道我是上主他们的上帝。列国将会明白，以色列人是因为得罪我而被放逐的。我离弃他们，不看顾他们，让敌人击败他们，杀害他们。我对他们的污秽和邪恶施行报应。我离弃他们，不看顾他们。至高的上主这样说，但是我要怜悯雅各的后代，以色列人，让他们重整家园。我要维护我的圣名，他们重新安居在自己的土地上，不再有人威胁时，他们就会忘掉他们因为背叛我而受的侮辱。为了让列国知道我是神圣的，我要从敌人那里把他们领回本土。那时我的子民就会认识我是上主他们的上帝，因为从前我放逐他们，现在又召集他们，把他们带回本土，连一个也没有留下。我要用我的灵浇灌以色列人，绝不再离弃他们。我至高的上主这样宣布了。40章的第1节，我们流亡的第25年，也就是耶路撒冷陷落的第14年正月初时，上主的大能临到我身上，他把我带走。上帝透过先知的提醒，劝勉以色列人要回到上帝的面前，重新的跟随上帝，才能够再一次的回到那上帝所应许赐福之地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，他基本上呢是非常的严厉哈，他总是很明白的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，他严格的禁止他们与恶同行，并且呢严厉的斥责并规劝他们要回头。不但这样子，要学习保罗。但是请我们记得，学习保罗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跟随保罗，而是要来像保罗一样来效法耶稣基督。这个才是基督徒的终极目标。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到11章的第1节，圣经这样的记载保罗的话。有人说，我们有自由做任何的事，这话不错，然而并不是每一件事都有益处。我们有自由做任何的事，然而并不是每一件事都会帮助人。每一个人都不应该为自己的利益来着想，
而是应该关心别人的利益。若市场上所卖的你们都可以吃，不要为了良心的缘故查问什么，因为经上说，大地和其中万物都属于主。如果有不信的人请你们吃饭，你们也愿意去，那么只管吃桌上所摆的食物，不必为了良心的缘故而犹豫。但是有人告诉你们说，那些食物是祭过偶像的，你们就为了那告诉你们的人，也是为了良心的缘故，不要吃这食物。我不是指的你们的良心，而是指着那个人的良心。也许有人要问，那么为什么我的自由要受别人的良心所拘束呢？如果我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的食物，别人怎么能够批评我吃那注泻了的食物呢？那么你们无论做什么，或吃或喝，都要为了荣耀上帝而做。你们无论是对犹太人、希腊人，或是对上帝的教会，都不可以使人跌倒。你们要照我所做的去做。我为要使大家欢喜，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好处着想，而是关心大家的好处，为要使他们得救。11章第1节，你们要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我称赞你们，因为你们常常记得我，并且遵从我传授给你们的教训。但是我希望你们明白，基督是每一个男人的头，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上帝是基督的头。男人在公共场所或祷告或宣讲上帝的信息的时候，要把头蒙着的，就是侮辱基督。保罗说，无论做什么，或吃或喝，都要为了荣耀上帝而做。诗篇141篇，上主说，我求告你，求你快快帮助我。我呼求你的时候，求你垂听。我愿我的祷告如烧香的烟上升到你的面前。愿我高举的双手成为晚祭。上主啊，求你管制我的口，求你把守我的嘴唇，求你使我不偏向恶行，不跟邪恶的人同流合污。求你使我不参加他们的宴席。我情愿接受义人爱心的责打，也不愿那邪恶的人尊敬我，因为我常常在祷告当中反对他们的邪恶。他们的首领被摔到山岩下的时候，大众就承认我说的话是真实无讹。他们的骨头被丢弃在坟墓旁边，像劈开碎掉的木头。然而至高的上主啊，我仍然信靠你，我要寻求你的庇护，求你不要丢弃我，求你使我不陷入他们所设的障网，救我脱离邪恶之辈的圈套。愿作恶的人陷入自己的罗网，而我得以安然逃脱。恳求恩慈的上帝赦免我们因为软弱而离开真道而得罪你。求主帮助我们专注于你，凡事为主而做，为荣耀上帝而活，来跟随效法基督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